美国总统川普伫昨昏时宣布，要甲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上关要有关到245%。伫中国广州有一间做游戏机台出口的业者，伊就表示，即马伊有2成美国的订单已经互对方先冻点，即马伊要开始先找找别国的市场。 这间伫广州的爱斯托龙恒工厂伫生产的黄绿红色水当中工作差不多150个员工，继续组装制造大型游戏机台。天3D 地堡包装囡仔的储入笼，另外一区是夹红仔的配线卡针，因为工作是专门散布欢乐，客户全球拢有，为别大大小小订单为5万到50万美金。结果将这机台设置进驻5路场，国务中心囡仔游戏区顶。 不过，为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关税政策一直放电全球了后，伊的高度事业就开始是真艰苦。All of them are thinking in this way. President Trump is playing like kids. Maybe today they put such a high tariff. Maybe tomorrow he will cancel. 希望川普改变想法，或者是讲给一寡好的想法，是甲员工苦中作乐的方式。大家伫讲生理的时阵，拢是乐观期待。另外一个是一个影响方式，就是去找美国以外客户。原本张品的订单有1/5销去美国，不过川普宣布对中国输去美国进口产品加收关税145%的时阵，伊的美国客户就来通知先暂停出货。 My strategy is to focus on U.S. market, now move to maybe focus on other market, Mexico, Canada, or South America. 即马川普完全无要收缩，将中国商品进口关税上关提悬到245%。张品计划伫广东南部搁找一个所在起工厂，对川普捌提出来去美国设厂零关税。不过，伊无相信美国制造的效率会比得着伊伫中国的运作。公司新闻，王文玲报道。